勝利旋風搞掂埋全部馬匹，準備妥當第5場賽事3班1200米嘅短途賽準備。頂頭大熱小宇宙，黑色衫嘅，而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嘅馬呢，見到埋邊試馬難追啊，中間呢有呢個小宇宙噶啦，響外邊綠色好啦，大外檔開心歡笑啦，中間仲有名馬啦，咁啊再數入邊呢，就係呢個欖球先鋒，中間天賦傳奇噶，響外邊響奇最，後邊就多多利啦，紅白格仔衫係最着數，內欄紅帽嗰隻呢，仲見到尾4就堅旺財，後邊呢勝利旋風響後邊啊，綠色衫啊，出邊又亮亮的包晒大尾呢，就係潮東精英嚟噶，好啦，轉呢個800米600米彎啊，小宇宙已經係帶咗出嚟跑噶啦，跟住第2位有響奇翠啊，內欄第3開心歡笑，明馬第4啊，後邊第5仲有內欄綠色好，紅衫第6位天賦傳奇啊，再後邊嘅馬呢，仲有呢個試馬難追欖球先鋒多多利，再後邊就係最着數啊，外檔上多少亮亮的尾二勝利旋風包尾潮東精英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小宇宙俾2步先，咁啊擠離咗大約個幾身位，埋邊有開心歡笑啊，中檔位置綠色好追緊啊，再中間仲有明馬噶，外邊冚上多少仲有天賦傳奇，鬥到最後100厘米，前面小宇宙已經係走甩咗咧，大約個幾身位，外邊綠色好上緊嚟，再入邊呢仲有堅旺財追緊，中間係明馬接近終點嘅時候啦，小宇宙佔先，綠色好一路踩油上嚟，過咗呢邊影相啊，好接近啊，綠色好同埋呢個小宇宙第3名嘅堅旺財同埋明馬亦都需要影相啊，埋邊4號小宇宙頂唔頂到啊？中間上嚟綠色好到啊，第3係明馬，第4啊堅旺財機會高啲。好啦，綠色好啊，跑1400啊，贏係隔1個禮拜。哇！呢隻小宇宙鋪都咁樣俾人哋喺跑邊拍住嘅，喂！翻到嚟又係緊輸。綠色好啊，跑翻佢喺紐西蘭贏馬嗰個路程啊，1200啊。第3就係呢隻明馬，第4咧就係堅旺財。重磅啊，冇計啊！堅旺財，你見到明馬。其實佢一度都照計係拍過咗啦，之前嗰部。佢見到一度其實都過咗明馬，但係阿偉達今日都受封信啦。嚟睇下嗱，好多馬搶啊！13檔嗰隻咧開心歡笑，誒以前成日都留前鬥後唔得啦，今日希望走啊，走到個跑道啦，咁形勢啦，搶啊，狂搶啊！咁佢翻到嚟又輸唔遠嘅，你又冇得挑剔佢太多。今日咧就算係賽後去問佢都講得通啦。因應跑道形勢咯。綠色好啊！都先要匿入去咯，係啦，波斯位明馬仔開面，佢匿唔晒喎，呢樣嘢。其實佢都唔想匿。係啊，你又要欣賞下潘頓喎。佢寧願縮一縮俾你偉達埋咗嚟先算。呢度我已經移咗個2、3位出嚟嘅2、3碟，你天賦盡其想壓我埋去，我係都要企住喺嗰個位㗎啦。佢已經讓咗個位俾偉達㗎啦嘛，因為真係啊，其實係轉個彎咧，輕輕都可以咧跣到啲馬對手出去嘅，跣咗佢哋天賦傳奇出去咯，係咪？哇！好鬼快啊！呢場馬。喂，睇日多多利啊！呢隻咁嘅1300磅大馬，追得好好啊都。真係好肯撲㗎喎。你比起嗰啲咩亮亮的嚟睇下，而家喺度做。呢啲啊揾下次揾下柏寶啊，嗰啲硬淨騎師李寶力跑好啊，高頭大馬咧都係普萊西跑好似。但係都 OK 嘅，其實你咁樣上嚟嗰時，即係兩隻馬啦，我而家就。分段時間頭段13秒86，第2段22秒67，末段13秒2半啊，總時間1分09秒78，慢個標準時間不足半線。